点点，你们觉得这个周末要去哪里玩啊？有了，不如来个酬复茶之旅啊！什么之旅？酬复茶就是坐火车，酬复茶之旅就是坐火车之旅哦。酬复茶之旅，哇，那一定很有趣。没错，酬复茶不但可以吃好吃的便当，还可以沿路欣赏风景，真是太棒了！那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车票有吗？我是问有没有买车票，有没就是有没有的意思哦。车票，没有哎，要去买。那水壶有吗？自己带水比较环保又卫生哦。有。那外套有吗？最近早晚比较凉，带一件外套才不会感冒哦。有。那蛋糕有吗？哎呦，猫猫出去玩不用带蛋糕啦。好像是哈。酬复茶，酬复茶，坐火车。酬复茶，酬复茶，坐火车。猫猫，我们去苗栗玩，要酬复茶去还是坐巴士去啊？酬复茶。那我们去九份玩，要开车去还是酬复茶去啊？酬复茶去。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有没有？猫猫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明天出门要带的东西。好。车票2张有吗？有。那水壶有吗？有。蛋糕有吗？没。酬复茶还有有吗？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见喽！张磊。